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8公视第二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自从咱大选结束以来，中国就直直咧侵扰台海，总有24架军机、5架军舰绕台，甚至个挖近到离家人干啊42海里。有一个查某人去美容诊所做一款合作小女针的美容药剂了后，皮肤直直发炎，才发现诊所用的根本就是假货。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发年尾奖金的企业有8.5%，比去年减3%。那平均的年尾奖金是领1.31个月。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大选结束，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依照惯例带内阁总辞，总统蔡英文毛改慰劳，会伫咧5月20新总统上任进前做看守内阁，一直到新总统做出新的内阁。台湾人民顺利选出了未来带领台湾向前走的新总统，以及代表民意的新国会代表，为台湾民主发展写下了新的篇章。期盼行政院团队能与新国会紧密合作，持续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然而，基于我国宪政惯例以及对新总统及国会新任期新民意的尊重，我已经向蔡总统请辞。今仔日伫咧宴会当中，陈建仁有听中选会针对这摆大选的选务报告，也因为最近网络出现真侪对选务人员作秀的指控，中选会已经伫昨将25件乌白生谣言的案件，依照刑法假设违法，移送检警甲司法机关来查办。佮来看，自从咱大选结束以来，中国就直直咧侵扰咱台海。总有24架军机、5架军舰来绕台，甚至佮挖近到离家人干啊42海里。国防部拢有严密咧监控，而且嘛强调台海安全是国防的责任。另外，菲律宾的总统恭喜咱赖清德当选总统，向中国要求菲律宾要停止所有有关台湾的错误言行。学者就分析讲，中国引起南海的危机，可能对台湾甲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利。中共伫台湾大选了后，加大军事威胁力度。17暗陆续派遣苏凯30、运8等各型主副战机绕台。中共的天舟7号货运飞船为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国军将押因的动态18发布共军动态，正式共机24架次、共舰5架次绕台。离台湾本岛家人更加是只有42海里。空军战机升空应处。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国防部也就台海安全积极向中共发声。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6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防部要强调，台海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有关全球发展与稳定。是区域各方必须共同承担的义务跟责任。中共战机选后一直绕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美国敦促中国唔通采取造成区域无稳定的行动，针对中共强求咱国邦交懦弱。驻美代表吴大雷表示，一旦讲所有的邦交国拢声明支持台湾，佮较表示甲台湾邦交稳定，那中共夺走台湾邦交的做法，只会互台湾人佮较反感。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祝贺赖清德当选总统，说予中国外交部开枪爱加读册，迎来菲律宾防长的回击。中国发言恶之粗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对外倡导全球文明倡议可见他的发言人都不知道该倡议的内涵。中菲召开双边协商，触及南海、台海议题。中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律宾停止对涉台问题的错误言行。假如中国在南海之事跟菲律宾，甚至于美国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冲突的话，那我们可以预见的，整个美国跟所谓周遭的这个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也会相较的就会来提升。学者分析，菲律宾选择亲美路线，中菲相关紧张的关系。
南海规矩煞也是台海专机，对台湾强化甲南海4个位国家的合作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警方接到一个查甫人报案，讲伊互两个家己讲是警察的查甫人压上车，而且佮举枪甲恐吓，要伊交出身躯顶的130万的现金，了后就甲载去放伫咧彰化花坛。警方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抓到6个嫌犯。经过调查，本案是被害人以假投资方式诈欺面交得手130万元，却遭同伙赖姓嫌犯出卖。精心策划黑吃黑，结勾结外人假冒警察拦查，再真抢劫诈欺赃款，蓬分发用。所幸专案小组锲而不舍，积极追查，将6名犯嫌全部逮捕到案。全案依刑法冒充公务人员行使职权罪、强盗罪、加重诈欺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个报案的人是诈骗的共犯。迄天收到诈骗受害者的钱，煞互共集团的成员半路诈钱。而且警方已经伫咧彰化抓到4个嫌犯，查到一支称108000块的压榨钱，也佫有警方的夹仔、帽仔等等的证物。另外嘛，佫有追查到其他2个嫌犯到案。佮来看高雄的警方抓到假车号诈领保险金的案件，这是一个非法集团专门去咧买高级进口车，佮买车辆的保险了后，找人来甲这车弄甲密密麻麻去申请保险金，赚2-3倍的钱。2档内非法所得已经有上千万。警方已经抓到15个嫌犯，无排除佮有修理车的业者涉案。一台车驶了真紧，对准头前停止的车辆大力撞落去。另外一个监视器画面则是会当看到驶了真凶的车辆向着路边停止的白色车辆来弄，目的是要让这的车严重毁损，到爱报废，还向保险公司来骗保。他们买的价格都落在3到50万，那成功犯案以后，获赔的金额也都落在100到120万。因专门找这排的进口车，以市价30万还是50万的价数，买来这排的权利车还是流动的车，还可能投保着车体险，车体免责具条约，只要上传资料就会当投保的空旁。成功投保了后，找人甲车弄到几乎要歹去，互保险公司认定这修缮的费用伤过悬，直接理赔因投保上悬的金额100多万。先熄火。诈欺的。诈欺？哎呀，你自己想一下有什么诈欺的事情？诈欺？警方前往高山遮野等所在来敲，发现涉案的人有15人这么多，有人专门洗车来弄车，嘛有人扮演着车主坐伫车顶等待互人弄。过程当中嘛捌失手弄伤着家己人。他们本身就有那个要制造假车，然后撞得太严重，连人都住院了。嫌犯用这种手法赚要上千万，但这2档未接出现共一款名车的理赔，才互保险公司怀疑来报警。而警方嘛无排除有汽车维修的业者牵涉，会扩大来追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昨下晡伫咧新北市邦桥一个路仔口有救护车，但竟是因要通过红灯，结果对向的奥多摆无让救护车，就安尼弄落去。警方嘛已经甲这个骑车的民众罚3600块。不过，伫咧车祸发生进前，其实有真侪台车拢无赶紧来让这台救护车通过。警方嘛表示，敢要甲因开罚单，也是要依照个案来认定。接到车祸通报，骑机车的人对撞受伤，救护车紧急出动，开到红灯路口，向警示车慢慢通过。不过对向的机车无停落来，位边啊压着，甲伊载的人做伙倒伫涂骹。奈男骑乘普重机搭载5女，为避让救护车而发生碰撞，处罚新台币3600元罚款，并吊销驾照。电话事故地伫新北市板桥出勤的救护车17下晡1点外，伫行民生路载着伤患进前发生出代志。警方认定骑机车的人无骗让行事，依法罚3600。不过画面往回看，伫车祸发生前，救护车早就入去到路口，对向的公车、汽机车也拢是一台刷一台，总共拢有触发的记录，不过无一定有罚钱。执行紧急任务车辆行经交叉路口时，已进入路口之车辆，应驶离至不妨碍其行进动线之地点。同向以外未进入路口车辆，应减速慢行，不得抢快进入路口。违者得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举发，为人应视个案情况认定。看相关法条，虽然是规定驾驶人
还未进入到高速路口，袂使抢紧进入。只要听到警车、救护车有警示声，才会警号，必须都爱随闪。不过警方嘛坦白讲，实际执法的时阵敢有违法，也是爱依照个案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个查某人去美容诊所做一款合作少女针的美容药剂了后，直直拢有皮肤发炎、过红、过肿的问题。当事人追查去到少女针的原厂，才发现因根本就无卖互迄间该注射的诊所，也就是讲注伫身躯顶的拢总是假货。现代医疗美容真普遍，侪人为着要互皮肤无条纹，看起来较蓬皮，会去做微整形。40多岁林小姐因为安尼去医美诊所做少女针，但是做过了后，面有当时会发炎、会痛，摸起来有一笪一笪定定的物件，症状拢无改善。但是因为我本人之前就有做过医美，我觉得那个肿胀是正常的，所以我也觉得还好。但是我后面觉得越来越奇怪，是我打完之后的大约3、4个月到半年那段期间，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它一直反复的发炎，然后会红肿，然后一坨一坨的。那我就去找了原来的诊所，但是没想到原来的诊所就忽然倒闭了，然后我就找了这一家的老板，他们跟我说那一家诊所什么根本就没有跟他们进货。受害者指出，当初伫原诊所，医护人员虽然有互伊确定讲这是全新的包装，不过伊嘛无了解讲要安怎分辨假货，嘛无留证据。尾也是找皮肤科医生甲伊做化验了后，才发现注着假货。医生指出，假货内底是茶沙巴、纤维和白芩等等的成分，受害者的症状未来恐惊好袂离。像是木屑，然后另外还有像菌丝这样子的成分，就是霉菌的菌丝的成分。没有症状的时候，通常也没有办法去把它取出来，因为它已经跟组织结合在一起了。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可能可以透过手术在里面把这些东西给刮除，但是刮除它也只是到一定的程度，它没有办法100%完全的刮除。医生表示，民众在分辨假货的时，要注意看包装敢是全新的，敢有为发布特定的中文标签。另外，产品本身有做防伪类似的 QR code 大纸，会当扫讲会员敢是原厂商，若准医美介绍商家就要注意。食药署副署长是提醒民众在做医美进前，都要翕相保留证据。若准确定注着假药，根据药事法第83条的规定，并知影是假药还是禁药，佮未当供应等等，会当罚行为人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0万以下罚金。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家人一间高中职传出严重的霸凌案件，这是一个查甫学生去互一阵同学游去便所木，而且这酷刑的画面嘛，已经伫咧网络传出来啊。警方知影了后，赶紧通知校方，校方嘛已经召开霸凌的防治会议，要来查明处理这件霸凌案。这查甫同学和真济查甫同学游到残障便所内底拍，受害男同学疑似被砍伫用头直接弄开便所门逃出来，过课程和拍人的人翕落来上传网络。警方查到知影了后，就展开调查。警方已掌握相关人员身份。后续依少年事件处理法就办，并通报由学校家长辅导少年偏差行为。警方会加强校园周边安全维护。警方调查霸凌起因是施暴的同学食薰遭到处罚，怀疑受害者做了别去报告，就动手拍人，都要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就办，而且通知学校处理进行校安通报。因为违反了校规啦，接下来会被记惩处，然后他们就是互相的怪罪，所以才会引起这次的这个冲突事件。通报了校安，完成了校安通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安排了辅导室进行的2级辅导，关心学生的状况。学校17开校园霸凌防治小组会议，调查清楚案发的过程，而且对双方的学生进行辅导。市长谢国良18也到学校关心调查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人力银行调查，今年原意发年尾奖金的企业有到8成5，比去年减3个百分点。平均的年尾奖金是领1.32个月，比去年嘛减少0.02个月。若奖金上济是金融业有1.93个月，第二济是资讯科技业。另外，民生服务业因为疫情解封，今年总算有发年尾奖金有1.45个月。
为了员工辛苦工作一年，一寡企业开始发放年终。不过，人力银行调查，今年企业敢若8%的企业愿意发放年终奖金，比起去年下降3个百分点。以最近5年发放年终基期来看，为109年开始，当年退减，111年是有小可较起，112年敢若1.32个月，比起111年小可落0.02个月。景气的关系，所以说导致说今年的年终有稍微小幅缩水一点点。往年的话，平均的话，好的话应该可以到大概快要7个月左右。那今年的话，大概剩下6个月。在景气比较保守、未明，还有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企业在发放年终奖金的时候，态度也转趋保守，比较趋向是实际的营业面会以营收的数字来做发放年终奖金的部分。虽然今年年终无论未发放的意愿到奖金，拢比去年求水，不过也是有3大产业伫年终发放正大方。亲像是金融业的平均年终有1.93个月，资讯科技业有1.52个月，民生服务业比起前一年有3成发不出年终，伫产业内底是排上尾。今年成长幅度上济是1.45个月，也是旅行社是讲，因为国门为2022年10月开始解封，点到国人去员工旅游，今年除了年终有1至2个月，嘛会加薪来招揽流失的人才。提出比往常多1成到2成的薪水来吸引我们现在所谓的不管是应届毕业生，或者是之前离职的其他的相关产业的服务的人员，那有相同性质的，我们也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无论是饭店业还是服务旅游业，今年拢因为欠工的影响，人员不足。各企业透过奖金还是加薪，向求职的人入手，希望会当补足公司员工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准公游的政策已经实施6档，不过专告总伫咧今仔日举行记者会指出，这几档6都的准公游平均3成拢有违规，所以呼吁政府应该提高准公游的标准，严格来监督，甲无合格准公游淘汰，才会当确保托育的品质。家长抢破头嘛是刻的入米公共幼儿园，政府为此推动准公游政策，但专告总指出，根据民间团体统计，2018到2023，6都的准公游违规比例达到33.7%，等于是3间都1间违法。认为政府应该提高审查的标准，不应该让违规的准公游继续领补助生存落去，行动是歹的甲好的赶走。应该要3年都没有违规记录才能够申请。那另外是他在合约期间呢，如果他违法了，那应该是限期2次，如果不能改善，就要即刻解约。专告总记咧，捌有1间准公游违反思想比，无办理囡仔的团险防裁罚；某1间是违反思想比，又搁发生不当管教防裁罚，明显损害到囡仔的读册权益。所以认为，只要有相像的违规，3年之内拢不应该核准申请。专告总嘛认为，准公游的事主是真重要，若无依法落实调薪，嘛应该予严格监督。老师并没有如期调薪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空间去 pass 掉这件事情。专告总指出，受到囡仔生了少的冲击，去年甲前年囡仔人数是无到14万，比107年的18万外加真济。希望政府会当提升品质，互品质歹的准公游来退场。面对准公游得要进入第3期，呼吁教育部量早甲社会团体来讨论新的修正方向。记者林静美单从为台北报道。咱拢知影囡仔活泼个活骨，不过其实透过台湾体育大学甲中兴大学的调查，发现到台湾的儿童甲青少年这活动量有关是上少，伫咧国际标准来讲是完全无及格。有学者认为讲，这是读册压力上大，抑个爱看手机啊等等，拢是少年囡仔活动量不足的原因。真侪囡仔伫运动场咧活动，毋过安尼运动量感真正有够低。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甲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为2017年到2021年收集全国5到17岁囡仔活动资料，以11个评估指标来分析比对。伫全球儿童健康联盟第2发表的台湾儿少身体活动报告书内底，发现台湾囡仔的身体活动量甲国际相比拼，等级是 F， 根本无合格。在全球57个国家里面，大概有10个国家跟我们一样。那亚洲地区特别严重啊，亚洲地区大概有包含台湾哦，那总共有5个国家。
这评比的结果甲顶一摆所发表的结果，顶级拢是 F， 显示台湾的囡仔身体活动量也会提升。报告内底也指出，活动量上侪是国小，过来是国中，上少的是高中，甲读册也有升学的压力有关系。不管是屈服于学校的压力，或者是其他的学业课业的压力等等，那所以就让到了国中，这身体活动量是大幅度的下降。学者表示，活动量上少嘛，和三 C 用品甲家长观念保守等因素有关系。年岁愈大，整体活动愈多，有家长认为这嘛甲教育的环境有关。如果是户外的话，其实还是假日家长带这样子。受伤的老师又有问题了家长会找老师老师说自己保护自己，也是说尽量少让他活动。医师表示，活动量上少对心肺的功能有影响，嘛会增加慢性病的风险。学者建议，囡仔袂当干那伫学校的体育课运动，也就是讲平常时嘛爱加运动，维持运动的惯势嘛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台湾的性平观念有大大提升，不过有同志团体调查，其实也有过半的受访者认为，若要对同事、对主管谈论性别的议题，嘛是真有压力。另外，嘛有一半的人拢会尽量避免去健身房、游泳池一寡所在。所以，同志团体就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继续推动性平教育，嘛要建设性别优先空间，而且应该放任变更法定性别的条件。上司质疑说，为什么要录取一个就是性别有疑云的一个员工？跨性别女性美貌讲出外界对家己性别的疑问，感觉真困扰。根据民间团体的统计，有50%成跨性别者认为，参同事中外说明跨性别身份是真无简单，甚至只有17%的跨性别者在工作场当中无受过无友善的对待。我们公司有一个员工系统，是可以查找到所有的同仁的资料，然后那个性别是我不能更改，然后我也不能把它取消。这个东西是面对全公司，但是我觉得这样被这个系统出柜。那在工作场，另外有4%的跨性别者在公共场所有互人接机过，有的人甚至会选择禁叫。在医疗场所，也有超过一半的跨性别者，因为医护人员使用先生小姐化名叫号，造成困扰。我们现在马上可以做的，其实是制度跟活动以及空间设计的改革，就说性别友善厕所的设计当他去除了性别检查之后，可能可以让跨性别者在如厕的这个权利上，可能需求比较可以满足。教育当然是大忌，那去承认跨性别的性别认同，去理解性别是一个隐私，甚至去打破这个2分性别的设计，这个当然都是对于跨性别来说，每一天的应对，每一次的接触都能够友善。民间团体指出，台湾法律强制规定爱接受手术才通改变性别条件有较严格，但是根据统计，只有7%的人有执行这种手术，也就是有90%多的跨性别者使用家己无法度认同的身份证。民间团体希望会当透过修法降低跨性别者伫身份证登记的条件。记者郭永随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佮攻击一只驶过红海的渔猎的货船。美国嘛对青年运动的据点发动空袭，而且佮宣布对2月中开始要重新把青年运动列作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为支持加沙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过去2个月继续攻击甲以色列相关的船只，当地16号传出有挂南欧国旗、马耳他国旗的希腊籍货轮为越南要去以色列时阵，伫红海南部海域，离也门萨利夫港西北边76海里的所在，互青年运动飞弹攻击。因为中东局势继续清悬，美国国务院宣布重新将青年运动列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Earlier toda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nounc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Houthis as a specially designated global terrorist, effective February 16th for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has made clear that there must be consequences for those attacks. And today's designation follows on our military action last week to hold the Houthi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过去青年运动要互美国前总统川普指定是外国恐怖组织，不过拜登政府2021年将伊废外国恐怖组织 FTO， 甲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 SDGT 的名单来除名。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摆是因为也门严重人道局势，方便纽西甲人道援助应顺利进入也门。青年运动这摆被列入 SDGT， 会被禁止使用全球金融系统。青年运动讲，这是对以下战争立场无共人的卡油。القرار الأمريكي بتصنيف أنصار الله في لائحة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ة يأتي خدمة ل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دعما له في استمرار الحرب الإجرامية على غزة والتي توصف بأنها حرب إرهابية بكل ما تعنيه الكلمة من معنى وهو أيضا محاولة لمنع اليمن عن موقفه في نصرة فلسطين وغزة ومحاولة ابتزاز أيضا لليمن على خلفية هذا الموقف. 北京国会澄清，这摆并无将青年运动列入 FTO， 都是希望对也门人民的人道援助保持春秋。另外，美军公布查到伊朗提供予青年运动武器零件，其中中程弹道飞弹、反舰巡航飞弹的推进器等。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表示，美军第一摆查到提供予青年运动的军事物资，分析认定青年运动使用同款的武器来攻击国际船只甲船员，有14个船员遭到拘留。按照国际法来决定去留，不过因为调查过程凶险，有美国海豹队员成员定罪时阵意外落落海，另外一个队员跳海救援，目前2人拢下落不明。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罗西亚伫咧3月17日要举办总统选举，现任的总统普廷要继续争取连任。伊的竞选办公室嘛宣布，已经收到250万份的人数支持普廷参选，而且佫比2018年迄时阵增加要到100万份。不过，另外一方面，伫咧罗西亚联邦之一的巴什科尔托斯共和国，有一个反对派维权人士，互人判刑爱关4冬，这是引发当地民众上街头示威。亲自来到竞选总部拜访，俄罗斯总统普廷宣布竞选认证了后，各界预期无对手会当对伊造成威胁。У нас у всех общая задача – укрепление Отечества. И м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что в вашем лице я вижу такую мощ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вот этих молодых поколений. 总统大选伫3月17投票，5个会伫美国华府、纽约甲休斯顿3个驻美使馆设投票站，不过莫斯科当局表示，还未决定敢是要伫无优先的欧洲设投票站。俄罗斯选委会已经批准其他3个人代表政党参选，所以无需要收集连署书。普廷是需要至少30万份的连署，伊的竞办伫拜3宣布已经收集到250万份。С 23 декабря мы начали сбор подписей, и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за 26 дней, собрали 2 миллиона 500 тысяч подписей, даже больше. 可能伫这场大选中挑战普廷的反对派人士，毋是已经坐到都是住伫国外，这互伊会当伫今年改办了后，会当阁寻求2个6年的任期，继续掌权到2036年。尤其是5号开选了后，当局对异议人士强烈打压，阁实施严格的反示威法。巴斯科尔托斯地区的法院17日一场闭门审判中，将一名维权人士以煽动受贿罪判4年有期徒刑，结果引起当地民众上街示威。Всегда боролся з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за свой народ, за сво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Поэтому, иншаллах, еще увидимся. 大批民众无惊到伫摄氏零下20度的低温上街示威，甲电部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发射催泪瓦斯，想要赶离民众。这场示威大约有20人，互警方拘留，双方都有人受伤。公司新闻陈慧婷报道。有一只伫咧去年10月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上长火烧的狗仔，即马互人质疑这年龄是假。目前当咧调查，嘛暂时甲认证撤销。原因就是真侪兽医甲专家拢认为，唔相信这只狗仔体重超磅，抑个会当健康活甲遮尔久。而且这狗仔年纪是主人家己讲的，并无提出真正证据。不过狗仔主人是出来咧反驳一挂一疑。
我的兽医同事内底无任何一个人相信波比活31年。英国皇家兽医行医理事会成员兽医丹尼钱博斯伫接受卫报采访的时阵表示，有专家对2023年10月死亡的葡萄牙纯种的五犬波比活31岁165天这个年纪有怀疑。当时波比伊的记录阁互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世界上老的狗。即马金氏世界纪录宣布要对这件代志展开调查，并暂时撤销这项头衔。Bobby já era o cão mais velho de Portugal, mas fiquei a saber que o recorde mundial estava em 29 anos e o Bobby em maio fez 30 anos, portanto em maio de 2022. E então contactei o Guinness para saber o que é que necessitavam para poder avançar com o processo. 波比是伫2022年7月才伫葡萄牙政府的狗鸟宠物资料库正式注册。波比主人讲，波比是伫1992年出世，不过这敢若单方面的讲法，伊无法度提出其他的证据，所以才使人怀疑。葡萄牙法律并无要求2008年进前出世的狗仔爱登记，相关法规是伫2020年10月时阵才实施。另外，一寡兽医注意到波比看起来体重伤过头重，狗仔长会受专家认为这实在无科学，因为就算是人也无可能。这么大颗，可会当活这么久。波比主人科斯塔为爱犬辩护，表示兽医界串通起来反对伊，只是因为伊都是互波比食咱人食的食物，毋是狗仔食的物件。佮发声明讲，兽医界专家暗算互咱人认为波比的长岁数毋是真的。今时世界纪录开一年时间去查证波比真正的年纪，伊家己嘛无为这个纪录丰富内底趁任何一仙钱。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英国王室的成员最近受连续传出身体各样。即阵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因为裂喉腺肥大，后礼拜要动刀。另外前一阵仔凯特王妃毛动腹肚的手术，得爱住院2礼拜。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无隐瞒家己甲每年真侪男性同款的镜头，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公开。伊希望鼓励其他可能出现同款症状的男性去检查。北京判宫17声明，今年75岁国王查尔斯3世下礼拜会住院开刀，伊的病情是良性，即摆是因为应该看医生都应该看。收养期间，伊的公开行程拢会延后。前列腺肥大伫50岁以上男性常常看到，未对健康造成严重危险。不过有无数时的症状，比如排尿困难。就在国王要接受治疗消息传出了后90分钟左右，伊的新妇42岁凯特王妃，才拄伫伦敦一间私人诊所腹肚开刀，要住院2礼拜。肯辛顿宫声明，威尔斯王妃凯撒琳殿下已经伫10日成功动完腹肚手术。王妃理解这份声明会引起关注，不过希望互囡仔用正常生活，家己有医疗温书。法界目前无法度知影是啥物款的手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照王室消息来源报道，凯特病情甲感情无关系。英国王室一天之内发布2个重要成员上新医疗资讯，算是真罕见。不过根据了解，这是必要定数。凯特安算伫国外者了后，回归正常生活甲行程。过去大家对凯特的健康情形感觉是袂歹，不过伊捌伫有新的期间，透过真厉害住院治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中国公布去年因的总人口数是14亿900万人，比顶一年减208万人，已经连续2档咧减少啊。另外，去年的经济成长率虽然有达到5%的目标，不过有调查显示，今年甲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更较歹。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预计我们的经济总量 GDP 的增幅在5.2%左右。中国总理李强昨日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去年经济成长率是5.2%，甲中国统计局隔顿间公布的数据符合。虽然保调去年初所设定的目标5%，也毋过伫继续的通缩压力，甲房地产规矩犹原无缓解的情况，今年甲明年无啥乐观。路透社上新的调查显示，中国今年的成长率可能减缓到 4.6%，2025年进一步降到 4.5%。那影响经济动力的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年末全国人口是14万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
根据官方最新数据，中国去年人口成长高呈现衰退，分析认为劳动力萎缩长期来讲会对中国经济成长前途产生负面冲击。中国伫2022年人口头一摆出现1960年代以来负成长，全球人口上济国家的头衔也伫去年4月让予印度。专家认为人口数加大、加经济不好、失业率真高等因素，造成少年人较慢结婚生囝计划有关系，就算有政策奖励作用也不大。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去生孩子，或者是因为那些奖励去，对那些奖励它是辅助的，不是根本原因啊。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已经伫2021年达到高峰，未来人口减少的状况会加做新常态。公司新闻张惠敏评论。镜头转来看，台南的左镇区人口流失正严重，敢若剩4000多人，是规个台南市第2少的行政区。最近地方是发起要举办上百年来头一摆的灯会，传连老街甲正定广场一寡保留在地传统的场所，希望会当带动当地观光。透早工作人员来到灯会现场做最后的整理、较真环境，成员拢是在地人，亲身来做就是要甲上好的呈现予游客。左镇正定公园20暗时就要举办100年来头一届的灯会。我们在地，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在这一块，这么虽然是贫瘠的土地，不过我们就是很开心，很有感情。办一下灯会。促进人潮会当回来左镇，也搁一个左镇台南县较早台南县的左镇安尼。灯会规模虽然无大，啊，毋过嘛分几个会场，甚至搁串联老街。区公所嘛结合在地单位组织，利用当地特产竹仔做素材，打造出声落目的灯会景致。它以在地的竹子为素材来做的，而且这一些灯会全部。都是由在地的人来去砍伐竹子自己钻洞自己做的，没有艺术家。将周围的整个区域都把它活化起来，所以也可以令到更多的游客有能够比较快速的想要先进来，然后虽然是在看美景看这个灯节，可是却有机会去碰触到老街这边的相关发展的议题。同款是偏乡的农家，这几年举办空山节真受欢迎。不过左镇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即马嘛敢若剩4000多人。这摆举办灯会地点正定有过去左镇欢迎的卡车，汤铁5分车嘛捌见证当地将近1架组的光景。即马透过公部门甲民间团结做伙，望会当重现过去的风华。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大东国小找地方的老辈来协助，伫咧校园内底起泰雅族传统的厝，是一般伫咧土卡的形，使用石头、木材、竹仔等等，传承泰雅族的传统建筑工法。校方嘛希望囡仔伫这款环境内底，会当更加了解泰雅族的文化。伫泰雅传统的欢乐歌声，宜兰县大东国小内底的泰雅厝正式落成启用。学校兴建这间厝是透过在地元老协助，和学生囡仔共同参与，用传统的工法加木材甲竹仔绑起来，起主结构。元老讲住伫内底绝对冬天温暖，热天凉。它优势是，冬天的话是比较不会怕冷了，不会说很冷。夏天的话就比较也不会热，这样。这间泰雅厝是半山洞型，规个基座向地面凹60公分，降低风台影响。在地元老是讲，拄行入厝内，倒手边头一顶床爱查甫困，主要爱保护家庭的安全。厝内嘛当看到水路甲山猪头这装饰，表现较早原住民拍拉的文化，和学生囡仔感觉真神奇。看到很多现在没看到的东西，可以学习以前人还要做家务用到什么智慧啊？即马伫泰雅部落内底已经真罕看到传统厝，为了传承泰雅文化，和学生囡仔会当为头到尾的学习。学校卫教部争取经费，用4个月时间起好的。有一个家屋在这边，当做我们一个泰雅文化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场域。学校表示，起传统厝的过程，为部落参与史料研究甲师生做伙做，为部落甲校园的空间加入更深的文化底底。由家己动手做的过程，予囡仔会当加深熟悉祖先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
由创世华山也有仁爱基金会合办的限时130个活动，今年已经办第34档。因为即马各项拢咧起价，所以希望众人会当来捐出爱心，让弱势族群会当温暖度过寒冬。辛苦你了，今年收下这个红包，要取暖。下个礼拜听说会很冷哦。欢喜收到年节物资甲红包，今日拄好是旧历12月初8，嘛是传统的风俗腊八节。主办单位专工邀请艺人来自腊八暝，和基金会志工甲个案者。因过当年年尾，创世基金会拢会举办限时130活动，办桌车家友、家己大个老大人、弱势家庭、单亲妈妈来食买鸡，已经连续34档啊。过去3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主办单位嘛改变做法，甲传统的买鸡改做送7项团圆菜予弱势者，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这3年来，我们改变的方法，以送爱心礼到街头上的朋友手上，或者是这些弱势家庭的手上。那我们今年预计送出13250份的这个尾牙宴的这个爱心礼哈。这几年物件一直咧起价，基金会讲民众捐款的意愿甲金额确实受到影响，加上通货膨胀，物资成本起真济，今年募款的金额也阁欠一半。大家都知道吼，我们的薪资调幅有在调，问题是赶不上我们通膨的速度。好，然后我们买一份礼，从往年呢，也许这份礼只要500元就可以买到了，但我们今年是准备700元的这个等值的一个食物哈，或是可以即时的一些料理。温暖的感觉，受到人情的那气氛。基金会呼吁民众会当发挥爱心，希望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这份温暖会当传互家友甲社会弱势家庭。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市内的北园国小，是目前市内唯一有咧教学生囡仔做餐的学校。学校内底佫有专工规划一个做餐的所在，要来推广食农教育。而且学校毋但举办报餐的体验课程，带囡仔来认捌在地食材，嘛互囡仔做伙来认捌研发大龙82号米的五英培朴素。江苏伫台顶向学生来分享台龙82号米的知识，毋但教学生认捌这个米特殊的所在，阁有学生知影这个在地的米是啥人培育出来的。我们这支82毫米是渔网培博士育种的，我们今天为了要纪念它，所以我们要种这一支米。这支米有防害还有耐病虫害的特性。台龙82号米是已经过身的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家己分所的副研究员吴英培博士在生的时育种的。家己是推广食农教育的北园国小，就利用布条外的体验课程，教囡仔认捌这个米的故事，嘛，互因知影一粒米8粒汗的原因。咱知影82稻米是吴永培博士去发展出来，那因为这82稻米是强调环境永续。我们 SDGs 的几项指标里面，我利用这机会嘛，说明互咱这小朋友知影。参加过这个活动，我感觉足好耍，嘛足辛苦的。我会使体会农民的辛苦，甲伊种稻仔的趣味。食的饭啊，就是为迄伊种的迄细细丛仔的稻仔安尼发起，伊安起感觉讲，哦，迄饭爱用食完，袂使单调安尼。学校表示，台龙82号是家己市培育甲推广的米。学生伫逐礼拜拢会伫学校中昼堂食到，这个体验课程，然后幼儿园的囡仔甲4年以上的学生来参加，1年甲3年的学生嘛有观察课程，希望透过食农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认捌在地食材，关心家己的土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传统的木工机艺即阵渐渐咧衰微，为着要互囡仔会当了解木工产业，高雄5号国中的本土语言课程，现场就有请师傅来用台语，教因编怎为茶做出一支笔，嘛互囡仔激头壳，伫咧因做这支笔顶头刻台语的俗语，勉励家己。左右较短，忙一届做无磨过，毋免一届磨较济，一点点做豆磨过就好啊。老师伫台前示范，4科位啊学生拢真顶真听老师用台语来介绍木笔安怎做。5号国中即前万单机的课，邀请木工师傅专程用台语来教课，学生会当学习到一寡木工产业的思路。尾啊，因阁爱讲一句台语谚语，去伫笔顶悬来勉励家己。我即摆功课无足好，希望4个月会使替我加油，我的功课愈来愈好。传统工艺甲迄个结合，
会使互咱学到真侪物件。要做出一支顺手改的木笔，学生爱先从插头磨做家己改的形。其实木工这项传统的手工艺，即马渐渐失传。做木工30年的师傅讲，传统工艺就是爱转型，让少年人用手来做，头脑思考，才会感觉原来传统的工艺嘛会当趣味甲创新。要让少年人搁再会当有遮尔大的兴趣，其实需要一寡创新的手工艺，一寡创新的想法理念来带入去伫即个传统的工艺内底，安尼较有让互少年去接受。趣味的台语活动，唔但让学生学台语、讲台语，嘛是在传统的木工来欣赏这项工艺水。记者从议会区招用高雄报道。即马唔那台湾有台语课，伫咧法国嘛有大学开台语课。这是一个咱台湾的老师刘登国开设的课程，伊透过卡拉 OK 来推广台语，嘛互囡仔，嘛互学生来食台湾茶、耍布袋戏等等的方式，带一寡法国的学生学台语，体验台湾的文化。而且这阵师生嘛有伫咧 YouTube 顶头播影片，会当看到因的上课方式真活泼、真趣味。这节课对2020年开课到今，拢受到欢迎。想袂到有外国人唱桥啊，两个龙榴莲唱甲遮尔煞拍，这是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因的台语课。这门课是咱台湾老师刘登国开的，伊互法国学生唱台语歌、学台语，嘛成立 YouTube 频道，互学生去找带伫法国的台湾人学台语和台湾文化。这门课自2020年变做正式的选修课到档，已经4档了。茶灯红贝多，在台湾。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文化的部分哦，其实因对台湾的食啦，咱的歌手啦、电影甲咱台湾常常咧讲咱影片啦，其实因拢真有兴趣。其实这嘛是一个文化，真有实力的一部分，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因是渐渐知影讲台湾是啥，台湾伫倒位。刘登国是闽东人，自细汉就讲台语，伊用台语和日常的文化体验，甲咱丰富的内涵分享给法国人知，嘛帮助侪想要来台湾佚佗、食头路的法国学生了解台湾。下学期这门台语课嘛和台师大台文系合作，和台湾的学生来教法国的学生学台语，互相交流。有一寡学生伊是有想要做台语老师，所以伊希望伫教学的，我希望因伫即个部分呢，会当有较侪教学的经验。过来就是讲，有一点就是要互学生，会当互参加的人，会当若是知影，会当，而且会当亲身去体会着讲，其实台湾就是对外国人来讲，吼，台语是一个对台湾足有代表性的物件，吼啊，透过即个过程，伊嘛会当了解讲。对外国来看台湾，吼。系主任柯惠如表示，因为咱和法国时差7点钟，下学期打算用线顶的方式进行，伊将肯定刘登国老师的教学方式，让法国学生通用文化体验的情景来学台语，嘛唔帮台湾的学生除了累积宝贵的教学经验，更较重要的是会当了解无同款的国际观点。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后个月就是旧历要过年啊，也就是咱台湾伫咧疫情解封了后，当地的头一个过年。超市的业者拢上准这个商机推出主编的围炉料理，菜市的业者嘛希望伫咧疫情解封了后，生意会变更较好。所以卫福部是药师就特别提醒民众，若是要订这煮便便的菜式，就要下个日1收2存3加热的口诀，确保食食的安全。下晡2点外来湖区的黄昏市场，头家当咧无闲准备摆档。后个月就要过年，市场业者讲，现代人买卖惯势改变，较罕伫到市场买菜。这摆过年是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过年，市场业者忙买气通成长。你如果算1个月来算的话，应该没有啦。也就是之前现在的人就是不会说像以前说很提早买起来啊。你若真贵两有加好一半，都6、7年前。即嘛就要加好1成2成无，即嘛若有3成真满足啊。业者讲，现代人较接到超市款年菜，甚至是买便的，先煮食的麻烦。经济部统计，2022年12月，敢若1个月餐饮业的营业额就876亿，创下历史新高。
主要是因为疫情过后，企业开始办买价，并将注文年菜等等原因。今年超市大卖场业者也看准商机，推出侪年菜组合写品种。不过是有处提醒，保存年菜要定真。要食偌济煮偌济，紧收去冰箱放啊。拢买个掺一寡菜啊，变其他安尼啊。收货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相关的一个标示，纸箱也都有弄湿了、弄破了，就应该联络厂商，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保存期限，好，还有我们保存的方式，在冷冻、冷藏的，其实如果事先我们需要解冻的，可以提早拿出来解冻。食药署提醒民众一收二存3加日的考决：第一，要检查年菜的包装完整；第二，要遵守印伫咧包装顶悬的储存方式；第三，每一种低温配送的年菜，按照业者的建议，拢有无共的加热方式。落尾也要尽量一摆食好了，避免佮烫过，影响品质也影响健康。记者广场随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日本有一种号做跪娘的文化，真出名，伊就是查甫扮做查某的，佮真古锥真水。虽然日本的社会也佮真保守，不过少年辈的观念是渐渐咧改变。部分跪娘伫咧网络顶头有真侪买奖，甚至也佮有主题餐厅嘛，真受到欢迎。老长头毛穿短裙，若无讲你唔知影伊是查甫的。这个假影查某人停伫路边耍手机啊，无几分钟，就有人要喊伊讲话。インスタだったらいいですか？短短15分钟内，就有3个男性要和伊做朋友，其中一个伫交换社群媒体消耗了，才发现讲对方其实是假影的查某人。这个变装的身份令伫 YouTube 已经有超过30万的买奖，算是一个有名的盲情。这个同款嘛爱变装的玛娜，生理性别是查某人，伊爱的嘛是查某人。不过对伊来讲，穿查某衫是一种表达自我的表现。伊逐个月拢会固定到一间工作室，经甲伊的衫穿来翕相。Do you like this one? 这种玛娜这种特别来变装翕相的人客，最近是愈来愈多。工作室就讲，原本逐个月人客是100个人左右，即马已经增加2倍。The full package is great quality. When I do this, I understand women and their everyday problems a bit better. Like walking in heels, for example. 即马伫日本讲到这种假查某人，真侪人拢知影。但是伫过去的日本社会，变装有可能互掠去关。研究者就讲，伫17世纪的时阵，因为歌舞伎的文化，日本的查甫穿查某衫的算是袂少。但是到19世纪，法律就禁止男性变装，违法的就会互掠起来。爱变装的人只好密起来。一直到2000年初，日本的网咖是出现一大堆假查某人，变装文化才阁出来。即马甚至有主题餐厅。They're so stylish. Their figures and postures are so pretty. When I cam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a bit strange. But they're not only cute, they're also attractive. Plus, because they are men like me, we can talk more openly. 这间假影查某人的主题餐厅已经营业14年啊，内的人客是愈来愈多。不过业者讲，一个人事的态度嘛是较保守，亲像伊希望会当扩大营业，互处处拒绝啦。Cross-dressers could only find work in gay neighborhoods or as sex workers. Those were the two options. And all I wanted to do was dress as a woman. 但是业者嘛讲，少年世代的观念正在改变，因伫社群顶悬接触愈侪这种假查某人的资讯，接受度嘛愈悬。那假查某人常常互看到，社会嘛会愈惯势，到时因就会当更较自在，透过女装来展现自我。公司新闻市湾林编译。即马有真侪宗教场所拢换做用机器来弄钟，毋过伫咧乡家里，伫咧小小的城镇，有一个80岁阿嬷，60冬来拢继续咧替教堂弄钟，而且这3口钟加起来是有上千公斤重的，嘛，互这弄钟的阿嬷会当保持体能，真勇敢，也吸引真侪游客来个拜访。达康中道80岁斯德莱克行到附近的教堂钟楼，时间一到，钟声响起。这教堂正伫首都布达佩斯北边60公里的泰雷尼。斯德莱克考钟已经考一架子，为20岁开始，就对阿公阿嬷甲爸母伫这座天主教堂考钟。As harang asas eluket hivia, holtakat shiratja, viharukat mekteri.
体年的教堂有3口井，相当有450公斤。互居民叫做伊隆卡阿姨的斯德莱克，过去10年伫时段陆续过身了后，单独靠这井，虽然年岁已经大，不過当年的鍛炼可以保有肌力甲體能。konditerembe. Igen. Mert ugye mindennek mozogni kell, kéznek, lábnak, mindennek mozogni kell, úgyhogy. 愈来愈侪教堂用正式自動報送系統，真人考證是愈來愈少甲珍貴。體年年考證人的名聲流傳出去，媒體甲遊客為任何所在來看伊隆卡阿姨的廬山真面目，也帶來觀光情調。És hát Ilonka néni öregbíti a településünknek a hírnevét, és itt mi nekünk Terényben nagyon fontosak a tradíciók, a hagyományok, nagy értéke van az ősöktől örökölt régi dolgoknak. Mondtam, hogy addig még a kezem lábam bírom, addig nem lesz. Addig nem lesz automata. Mert azt szokták mondani, még úgy is van, hogy olyankor van a harangok meghalnak. 公司新聞鄭淑芬報道。天氣報道在做伙來關心下半部各地頭的溫度。北部地區18度至25度，中部地區18度至26度，南部地區21度至28度。東部地區21度至25度，一個外島地區15度至22度。感謝您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鄭雅俊，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